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耶》。讲到晚晚啊，大家都想到，有好食的主角同青岛特别的农产品。喺之前的节目，我哋也小記晚晚有青島好山好水、好高料的地方。今日啊，我特別嚟小記晚晚馬嘅呢。聽講啊，有2位青島人下嘅後生朋友，佢到晚晚自家喺度卡來創業喎。啊，今年嘅創業啊，喺之前晚晚冇嘅產業喎，到底係馬嘅呢？我哋接來有請佢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晚晚乜嘢？文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晚晚，然後到鄭文燕。哇，歡迎文燕啊！再來係我哋觀論。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晚晚，我係鄭觀論，大家好。哦，歡迎2位後生朋友來到我哋節目現場。不過喺開始之前，我想強調一下哦，慢人過太慢人過細啊。我講誰？唔過細係妹妹，啊觀論過太哥哥。啊，唔過人看來平態呢。係啊，按你講，會唔會對其中一個清白色有差很多啊？有冇啦？其實兩以後看來都親後生啊。喺開始啊，真是我想強調一下，頭都有同觀眾朋友講嘛吼，人哋慢慢有先到好嘅農產品啊，好嘅地方，啊唔過人哋創業喺慢慢之前冇嘅，啊嗰種人哋創業到底係乜嘅日本嘢？啊，我哋創業主要我哋店嘅主要都係以冰淇淋啊，還有果乾，過來還有甜點，都係以新鮮嘅水果去做嘅。嗰種人哋主打吼主題係講人哋賣嘅軟冰淇淋，啊順勢係賣人哋特別嘅農產品嘅果乾安尼，作為咧點心嘅店嘅。哦，真是以前晚晚啊，我想到我去個老料嘅時節，真是冇專門去賣啊種東西，冇賣嘅冰淇淋咧。哦，像個店嘅方有賣以前傳統嘅餅啊嗰度。哎呦，啊你哋有個店嘅創業都更加差唔多1舊嘅。1年會2年咧。哦，啊你觀論，想強調一下哦，店嘅人開到更加安久啦，吼。啊你哋之前還有做其他嘅工作嘛？喺開店之前。我係太好畢業。做喺邊路歸來，同阿爸去田區做事嘅，所以冇提老輩經驗。哦，嗰種完全就馬上歸來工作，第一份工作都係接這個盧卡嘅工作嘅。係。啊，嗰種完事盧卡都係做鋼鐵嘅事業嘅。係。哦，嗰種也算係咧講家族事業啦，吼，佢歸來都教書之前盧卡喺地部嘅工作。哦，安尼文燕，喏。我創業之前，我係一個牙技師，那就係專門做假牙。齒模一個行業。哦，做假牙做人嘅齒模，係算一個輕專業嘅工作，錯冇？錯。佢係愛考試嘛？吼。愛考試。即係冇簡單嘅啊！啲工作做得好好，因為我想講過來鄉下來創業啊。因為一個環境就係明日坐下睇電視行，面對牙齒。但係我個心都係個喜歡同人交流。講法啊，當學。不說啊，你唔想明年吼對頓嘅假牙，對頓嘅牙齒，根本你做啊，根本你冇嘛吼，牙痛修理下。嗰時候你在工作之前就冇乜嘅同人家交流嘅機會啦。你過來能用啥有講好嗎？因為阿哥嗰個觀論之前都睇盧卡嘅嘛，我過來能用鄉下來創業，應該有先講好吧？冇，因為要從鄉下同事來創業呢。有啦，其實就鄉下同父母爸爸媽媽都會鄉下會想講係咪就係開一個店嘅，也之中也會討論。嗰時候盧卡也支持人做創業嘅工作吼。係一次攏會支持，因為爸爸以前都會講，你係想做嘛，嘅都去做，只要係正當嘅，攏好。你講啦，盧卡嚟創業之後啊，盧卡嘅農事業嘅工作，你係鄉下有得繼續嗎？有啦，但係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係睇店嘅方，所以過閒嘅時間有時間會幫阿爸兩歸去做田區嘅事，因為田區嘅事有時間會閒，有時間會請無閒，拄好無閒時間都會去聽書。盧卡係有聽水，唔過吼，佢係可以尊重人。你自家創業嘅，佢也希望講你能用一個創業可以做自家喜歡嘅事情，做出一番無窮樣嘅成績出來嘛，吼。唔過我好奇係講，頭都有講嘛，以前慢慢冇一種個新嘅店嘅，你能做乜嘅？我想講選一個冰淇淋做你哋嘅主題呢，文燕。
因为冰淇淋主要以可以变化，可以用各多种冇相同的材料来做。因为我哋自家係農家子弟，屏東人也係哋生產各多水果嘅一個樣式嘛。係，我哋都咪適合主角可以俾人客，個可以有季節嘅感覺，可以個感受是吧？嗰種我哋咪，假如冇用代替嘅水果做了我哋嘅原料來做冰淇淋，適合個爽快。錯，因為像我哋這個米飯好適合鹹嘅東西時，我哋就講來試一試甜甜嘅，適合甜甜嘅又講我哋可以來試一下鹹嘅東西，就做一個變化嘛吼。嗰種我哋拄好點嘅睇嘅主角嘅順口。睇下適合的，可以來試一下餅咯。拄到屏東又暗炎，嗰種人做嘅時間，買時間可以過長，一年到冬天，甚至冬天還可以買呢吼。哇，安尼講來。能睇創業嘅之中啊，像以前冇做過安尼嘅冰淇淋，能睇學嘅時節啦，有遇到乜嘅困難冇？用辦去學啊？我感覺到個困難嘅地方係做出來嘅產品，我哋設計師感覺到好食，但係冇代表消費者是我哋嘅東西嘅時節會喜歡，所以有一個時間做出來一個新嘅產品嘅時節，都會俾消費者試試看咯。如果大部分嘅人感覺到攏喜歡嘅話，我哋都會推一個產品。喺製作餅嘅時節，我會問講，我哋主做係松口嘅米絲，所以有去學冰淇淋。也個時間，嘛係有一段時間會去調整，因為初開始做嘅時節，如安尼。沙是後來又是把像變沙安尼，更加做嘅話，如果個麵安尼。所以講咧，口味啦，同個口感能夠兼顧，因為最主要係一個問題，最感覺最困難調下嘅時間。係調下時間。更加免講做冰淇淋，原來係用機器來做嘛，吼。全部這盤機器做嘅，唔係出來嘅口感都差唔多嘛。冇安尼啊。唔係，因為佢囤地度愛落。多嘅量，攏有嘅關係，還有愛酸。有個比例嘅算法啦，吼。安尼本人困難也同阿個共用嘛。困難各個部分各屬於都係生產冰淇淋嘅一個部分。剛剛我哋睇創業嘅一個部分，我哋感覺最困難嘅都係當時間我哋愛用你嘅甜味，來推盤消費者講，我哋係要行哪種嘅路途。係，嗰個我感覺甜味係啲愛問研究嘅，又愛見觀察。其實甜味也係啲我哋課店都也慢慢嚟悄悄地讓有看到講冰淇淋都係我哋最主要嘅產品。要談睇摸索嘅方向嘅時間，係唔感覺最困難，因為有時就要同人家介紹講，我哋咧點嘅特色係哪，有乜嘅特別嘅地方，有時就講冇乜出來，開始多嘅時間，更加都可以同大家嚟紹介嘛，吼，你更加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哋點嘅有點名冇？有名冇？順勢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哋名嘅，你點特別嘅地方，有乜嘅理念，同大家更加講一下吧。我哋點嘅我到富麥園。係，有個名嘅來源都係太湖山大廈所種植的農作物，周而復始，萬物循脈絡，有個意思。有個名嘅稱號咧，係你哋兩位鄉下想出來嘅嘛？其實當初有搶先生啦。安尼咩？好，難怪。好啊，安尼按好嘅名嘅啊，按理念咯。你點嘅地方更加主打嘅特色冰淇淋嘛？你有特別嘅理念，也係講特色嘛？理念都係我哋一天都係當節氣最好嘅時節，因為當節氣最好都係水果蜂蜜一天會達到嘅好嘅米絲嘛。嗰種我哋都係依照節氣來做我哋嘅冰淇淋嘅口味變化。就貼符合用我哋當天嘅季節，有乜嘅水果嘅生產，我哋就用乜嘅水果，都大家來試嘅時節，係當新鮮嘅水果，當季嘅吼。哇，真好呢！你自家睇做一個部分啊，更加有度過了一個算頭下開始一個困難嘅部分，你度過一個困難嘅時節，差唔多花係1舊頭到個人講做產品嘅研發嘛，做一啲口味嘅研發，差唔多1舊嘅時間啊。差不多有1年嘅時間，因為冇共用嘅水果，如何去適應它，
所以反而去问一下先生，到底用来做啷个过好。但有时间先生嘛唔知，喺外地，我会同农民去讨论，如果提供哦，伊有乜嘅特性安尼。所以如花有1年嘅时间，过多嘅时间去请迄农民，因为有野稻嘅水果，它喺外地唔知伊定摕来。嗰所有法清久嘅時間啦，不過未擺學問到一個人家做實際學嘅最後問嘅一個問題講，你能做研發還有失敗部分嘛？你能失敗嘅部分你能用慢處理，全部自家手把嘛？你一方奇怪，你能冇像其他人有嘅人講嘅職業傷害的，你看做甜點啦，又係做胖嘅度，可能有時間試到後，可能講自家會變太苦啦，可能，那可能唔會啊，明明你的產品攏拄到啲新鮮嘅水果嘅，有得，是下伊其實熱量冇按過有關係啊？應該係自家私底運動啦。原來啊，那個人想講兩邊都抽抽啊，冇乜嘅職業傷害嘅感覺。哎呀，按人之前吼，按你做失敗啦，有哪條特別每種水果都可以來做冰淇淋嘛？每個水果都可以去做冰淇淋，但係有的水果做起來會腐，因為有的水果像酪梨，因為其他問題，它嘅運轉會接觸到空氣，所以伊嘅米絲如會硬來硬腐。酪梨還會變腐哦？係會腐。哎呦，某種嘅水果有某種嘅特性咧，嘿，安尼做出來真特別到，有可能可以用一種特性來做某種嘅冰淇淋，特殊口味，什麼？某一天啊，就嗌開飯時，某一天可能做出來像嗌回事，其他人唔會事，係咪啊？呢？係，我會做到安尼事。哇，觀眾朋友，原來啊，廣東同文言今年嘅創業係按特別的呢，做冰淇淋呢。不過還有哪條冰淇淋也係講有特別的故事呢？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前面兩位後生朋友同我哋紹介新特別的產品冰淇淋，今年自家嘅創業冇簡單呢。今年嘅冰淇淋有哪條口味呢？繼續同佢哋請教一下吧。可能頭先介紹到講，用水果凍起嘅慢慢嘅水果嚟做冰淇淋嘛。近講你哋店方嘅冰淇淋有哪種口味？有幾多種啊？差唔多有7、8種。7、8種。係7、8種。嗰種米咧都冇平庸嘅時節出來嘅水果嘛，像春天。熱天、秋天、冬天，日季嘅有哪條水果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像寒天嘅話，如草莓同滷起乾；春天嘅時節，如係樹葡萄，還有帆酸。外頭嘅帆酸係用下雪芒果嚟做嘅，因為有一個水果係土芒果嘅衍生種，所以伊嘅帆酸米是有18土帆酸米土，所以。外地店嘅消費者攏挺喜歡伊個米絲。樹葡萄嘅話，伊唔係一般嘅葡萄，伊嘅米絲愈冇平庸愈粗嘅，所以每擺來外地店嘅人客看到個提路杯冇看到嘅水果，適當外地嘅邊嘅時節，都會感覺到挺喜歡，大部分啦。真是，我談到有啲我真好奇，你講嘅樹葡萄，第一擺有談到講用樹葡萄，以前有講做果汁嘅啦，有做嘅酵素嘅啦。第一擺談過來做冰淇淋嘅，第吃起來嘅感覺有個特別甜奶，佢真神嘛，又係講佢嘅米土有18冇平庸嘅香味。係有冇平庸嘅香味，老杯。有的人客來外面店嘅時間，食到有提老杯，特啲蔬菜去食樹葡萄，水果像吃水果，伊嘅米絲愈清爽清香，還有的人可能會食到18糊糊嘅米絲，但係我攏會同人講，其實也跟同農民種嘅採收嘅時間有關係，還有伊等食品嘅時間嘛有關係安尼。就有一個差別，嗰時候造成佢嘅口味風味上面有18冇平庸，我有18，但有糊糊嘅啫。係，因為有的會採收嘅時間貼做嘅，
有的人係一定種嘅水果特色，攏會分調嘅食，所以會囤調嘅長時間。安尼，我哋對冬天已經是到春天了喏。再來咧，熱天同秋天又有乜嘅呢？熱天嘅話，如果有風涼果，係我哋嘅風涼果攏會經過熟嘅米絲，所以囤檸檬搭芎下嘅時間會有冇營養嘅感覺。有的人會釋放起來有時把花香，係。再來咧，對火龍果係算熱天嘅時間嘛？吼，差唔多。係啦，差唔多。如熱天到冬天都會有啦。係，像如熱嘅時間，米絲會較好。哇，安尼估算每一個時節當然嘅店吼，都有無同樣嘅水果冰淇淋可以吃，哦，真幸福咧。安尼問嘅，按照按特別嘅口味啊，按人客說嚟吼，其實冇有乜嘅無同樣嘅回饋喎，也係講有人客只聽講，也可以一個落一個做無同樣嘅口味搭配。有咩有？像因為有時間我哋會，我哋感覺可能反酸，冇就使你反利講，我哋可能感覺加兩個米絲，喺冰箱下嘅花露冇法度有凸顯它的野香味。但係然後因為回流客來講，一定如果提供，我哋有時間會出綜合嘅口味，但係有時間我哋會問講，如單獨口味各式得到水果本來味道嘛，一定會講加硬唔硬綜合嘅，亦都會一次都會個堅持就會二是綜合嘅口味啊。就客製化，自家一定會落一個。哦，我覺得其實也有一種奇妙呢，吼，自家可以去夾有個無同樣嘅口味。然後吃的全部大部分都過來這樣是天一百嘛，吼。也唔會啦，有喜歡嘅話，像酥葡萄嘅話都，因為大部分都經過到嘅係一般嘅葡萄，但其實伊嘅真實個正確的名字係很多家寶果，一定會講，有個葡萄嘅味道讓人怪怪，係咪快係的？但其實唔呢，也算親貼嘅，不過有個酥葡萄也係算慢慢嘅個農產品，貼嘅農產品嘛。是算嘛吼。嗰時候之前做嘛，佢會想到用酥葡萄也係來做一個冰淇淋，希望自家也有有種嘛。我哋迄陣有認識，一定自家有種係用友善農作的方式去做嘅，去種嘅。如因為高手有嘛，如能夠有係載體嘅，都拿來做。嗰輪前頭有講到嘛，有冇適合做冰淇淋嘅水果，像嘅酪梨吼，佢適合落去失敗苦，係唔係有苦味嘅水果都唔適合來做冰淇淋？應該唔係講唔適合，因為我哋講消費者食到我哋冰淇淋。一個有失敗苦味嘅時節，一定會唔喜歡，因為是係有滋滋嘅，又食到有苦味嘅米絲嘅時節，咁一定心情都會講唔好。像安尼有苦味嘅水果啦，吼，可能來做嘅時節，你唔會加其他嘅東西，幫佢適當嚟冇安撫嘛？會唔會有安尼嘅做法？還冇去吃啊，但係到時節會去拿看物嘅去幫伊個冇安撫，因為更加如免講，還有其他的水果可以去吃看咯，所以搶食路還冇去。其實都有種方式啦，因為我哋其實慢慢我哋都提供，唔單止慢慢吼，品種啦可能全台灣，水果都前啲去，所以後來吼，我夫婦可能去本身嘅有苦味之外，大部分嘅水果都鹹太甜，冇鹹太苦嘅，咁冇，係啊，不過安尼嘅話，可能。感覺啊，做冰淇淋除了其他嘅原料吼，水果之外，還有其他關鍵嘅因素嚟提杯嘛？好食唔好食做一個冰淇淋吼？好食唔好食，如我哋其實如果講到頭尾嘅其實部分，如果我哋攏會選擇季節嘅水果，還有會囤我哋前陣子嘅農民去做批發，因為新鮮嘅水果又係季節時間，跟米絲如果清涼，還有清新鮮，安尼，所以我哋個強調嘅都係安尼感覺。就安尼貼配的部分就是講多好符合當季時令的水果，咁唔可以講可能是到冷凍的啦哦，也係講其他用有個打就幫佢促進生長的一種水果，係個吃鹽的嘛。安尼問嘅，你按到好食的冰淇淋，按到口味啦吼，人客食到其實沒有用法的反應冇？
像睇到酥葡萄，然後鐵擺士都見到佢講乜嘅，其實都講也係葡萄嚇，用安尼酸酸米絲，因為喺市面上也夠少有可能到，如一般嘅市場上夠少可能到。像人客，人哋咧回流可能都決定一下，如果一定人提出去了，去到米農，上個是人哋本都吃家啲米農市場嘅勞動人哋呀，米禮拜如果可能到一定。你睇下睇米農。唔係，迄個係高雄，但係一定去米農了。如因為上個時間病，就當來到眼嚟慢慢。我見到喺高雄，結果去到米農了嘅，突然眼嚟想講食餅其實嗰片米農可能又有買餅咧，佢唔係食，佢都當眼嚟靠都慢慢去請嘅，買唔嚟餅嚟食。如屯一定都搶朋友共用，有時一定又會帶咖啡啊，其他飲料來幫眼嚟食都有。做一啲朋友，做一啲其他嘅交流嘛。你有嘅，因為眼嚟提供食餅啊，可能米咧，冇可能米咧家中都會本身人嚟食嘅餅嘛，有家種冇本嘅生人嚟嚟食餅，結果去到人嘅看到人係用水果做嘅餅淇淋咧，有啲人講一個餅可以食本淇淋嘅生人食得有冇？也有，因為一天攏會問講，你也個係用正式嘅水果做嘅咩？一定攏會安尼先問，因為經來經注重健康啦，一定攏會問講係用正式嘅水果來做，對生人來講也個唔會有安太嘅負擔。我說新年嚟講，鐵擺士都餅都會聽人嘅事咧，係咪嘅？其實爸爸媽媽都會講，頭多個人食真當飯唔食，有冇看到餅淇淋安歡喜，一下都會有妄想食甜嘢嘅。因為講我再來一件，因為貴嘢都冇好食咧。原來安尼。安尼發除了餅淇淋，還有看到特別咧係講人點樣還有賣嘅果乾、水果嘅嘛，吼。個水果嘅果乾係人自家生產嘅嘛，係用供應，也係採地嘅農民也有。目前看到鳳梨屯姜州係人哋自家有種，像火龍果、檸檬、番酸，人哋有屯採地嘅農民合作。個包裝也係人自家設計嘅嘛。我屯嗰個有去請設計師同人設計，人哋都同人哋上愛嘅元素同人講，一定都來設計人哋上愛嘅風格。都多看到你看火龍果咧都紅紅嘅，其他講姜州啦，番酸咧又其他嘅咖啡色啦，又係講黃色嘅，看起來清涼清淡一下，又唔係講嘅本人有一種太過包裝嘅嗰種感覺哇！你們用辦去請一條無香嘅水果小農用嚟去請有時間也係朋友會介紹，因為嗰時隻嗰個有去上嘅農業大學，嗰時嗰啲都係有嗰度當係農民嘛，一定其實當個專業，一定如果介紹人哋會問一定講，唔定有種乜嘅，唔定咧種植嘅方式，有很用你嘅方式去做，因為人哋咧個個當係會先去做檢驗，看有係咪合體國家標準以內嘅，人哋那會拿去學，因為人哋那會本人學識的個安心。哇！難得你能帶過來，又聽人講，個果乾剛好又感覺清好食，人哋先嚟嘗一下，個果乾到底有哪個特別的地方，好冇？你一到果乾地步，有人推薦，人哋可以對哪個縣市的？先是鳳梨好咧。鳳梨係唔係最多人買嘅也係。係吼，哇！個根本係一類花嘛。係，像太陽花。係啊，反正沒有。按等你想咧，鳳梨乾像一類花，唔係像果乾哦。嚟試一試看下先。也攏冇加糖嘅喲。冇加糖，皮紅咧有個甜甜嘅味絲。你有個果乾能做有特別的地方嘛？用嚟做法？主要人哋都係用35度到40度一個溫度去烘，因為個可以係保留水果入來嘅味道。人哋都係強調鹽味，唔會加糖。因為人哋現在係好嘅水果，故所以本來嘅品質都一定還會差。真是。觀眾朋友，唔看像人哋鳳梨乾都安好食，其他呢，哇，味道濃嘅，等一下繼續過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哦。
個鳳梨乾啊，實在好食又清香呢。啊，除了個鳳梨乾之外呢，還有其他那條好食的果乾，繼續嚟請教佢哋咯。可能安尼頭都有講到，吼，有個鳳梨乾啊，係有特別選購嘛，用哪種品種嘅鳳梨嚟做個好食嘛？我哋鴉片的話，慢慢鴉片大部分人攏種17號，所以我哋都選擇也個鳳梨去行。啊，我哋現在鳳梨都係有會受到大陸這片的，所以伊個米線同伊個品質攏有一定的水準。安尼，嗰時候都選當地有個17號的鳳梨來做，這樣有個安香，像香水咁樣的米線呢，真是安尼條到一批下精神都來了喲。基本嘢，安尼安好食的一個果乾啊，除了鳳梨，還有其他我哋可以來繼續來介紹的嘛。好，我哋還有火龍果，有個紅紅的嘛，係紅紅的，有紅龍果，真是看得出來，一袋嘅紅龍果咧，個印咧還看得到，你們有切得安破，因為其實可以有安破，但實際上水果拿來切的時間有咩係盤，因為伊本來嘅水分本來都過多，熟乾後都會變安尼個破，所以嚇，有啲人嚇，因為紅龍果喺市面上有啲人講個少看得到啦，伊嘅米是有啲人唔敢食火龍果。可能啲係咩嘅水果本來食下去嘅口感，同面都有安尼糙米、草腥味安尼嘅感覺，但係等都是在安尼果乾，一定都可以接受。有可能哦，因為有個果乾啊，頭都安尼食下去，都同個鳳梨共用，食下去馬上個水果嘅香味都出來。係啊，又真是冇嘅安尼一般食嘅個紅龍果嘅臭香味。全部都係甜甜的那種水果的米絲，哇！口感幾有 Q 力，又唔會像其他果乾安尼真快咬，安尼咬下去真快抽安尼，好食呢。跟其實同濕度也有關係。在行的時間的濕度。安尼安尼其他還有呢，我加落咯。還有帆船，呢帆船係用防山。計隻啲嘅帆船，我哋都會同農民講，我哋一定要樹當紅黃嘅，能夠拿來做果乾，因為伊嘅香氣、甜度攏夠有。做乜嘅唔能講係用防山嘅片嘅帆船嘛？唔能頭都唔係講嘅冰淇淋係用人哋慢慢嘅下雪嘅芒果帆船嚟做嘅，做乜嘅冇共用嚟用下雪嚟做啊？我哋都愛揾伊自家有自家個特別的香氣，因為我先睇鳳山嘅咖啡係因為伊哋有落山風，採過風嘅帆船會更好食。真是一個帆船，頭都按你睇講法嘅時間，頭都按你試以後，哇！佢試下嘅時間，個帆船嘅香味啊，像炸彈一樣嘅衝出來，馬上佢嘅最底部啊都吞下去嘅全部係一個帆船嘅米線。不過特別咧係。佢冇像一般的人哋食到嘅帆船，全部係太甜，又係講太酸。冇呢，其實下去全部係帆船甜甜的米絲，炒嘅嗆嘅佢有時把水果嗰種順順的米絲又出來，安尼更是會更香食的。因為安尼一些東西一片兩片安尼是可以食幾包的蒙盤，係啊，真好食。安尼帆船啊，像火龍果啦，跟有個鳳梨。像那種果乾啊，還有其他料理的方式，還是用果乾都按打槍式。目前的話打槍式其實會跟米頭會個香，因為係當然人哋也個係都係自家韓國嘛，係比較睇水底度嘅，都係從自家還原成水果一樣。真是可以變做從原本共用嘛？可以，但係差唔多。但係泡喺茶底度嘅香氣都個淡，個適合來泡嘅都係人哋檸檬。檸檬，也係果乾啊？係，也係果乾。我覺得根本也個茶，製作單位特別準備本人多好的時間，佢嚟試一下可以切檸檬切片。冇想到也係果乾，像我哋呢也個檸檬果乾，我哋都自家切片，都去烘乾，烘嘅然後我們講，我哋泡有米湯嚇，其實檸檬我哋用去一定要用40度以下嘅水來泡，係用鐵燒嘅水嘅話會過苦，
因为像安尼柑橘类的，佫唔适合用烧水，係伊個皮會過腐，都泡很落去過腐。故所以有啲人係一定泡過嘅，一定會講一定唔對，一定冇看到後面嘅使用說明，一定會講唔能夠檸檬用泡去比苦瓜還過腐。結果佢係冇法度可以用太高溫嘅水，一定要用40度以下嘅水來泡，真唔會腐腐。哦，觀眾朋友，學到嘢咧哦。也可以像柑橘類啊、檸檬那種果乾啊，其實在泡的時間要注意，食材唔好用太高溫的水，40度底下的水泡落去，冇等下唔會食到一個比苦瓜還苦的個果汁的果乾水。不過，按你今年個檸檬啊，真的是還挺強嘞，又唔會真苦，從一般的果乾冇嘛咁用嘞，哎呦，真好食。按你除了按你泡茶，又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有啲人係會加失敗嘅紅茶，紅茶，伊係用銀行決定上，因為伊可能平常喜歡特別是酒，如果講加可以泡紅酒麼？但係我冇試過，也可以呢，冇一定可以哦，佢個好食到，像我哋食啲紅酒啊，有啲人會加嘅肉桂，有冇可以用一種個少一些咧，來做肉桂冬天嘅事。都好，也個冇一定呢，能可以研發看，但是冇一定嘅慢慢還有其他貼配嘅東西冇，個改下，慢慢嚟貼配嘅產品有改好嘅哦。係啊，你講到鴉片啊，經常還有一啲鹹件事呢吼，就一個我哋唔是少嘅看到啲嘅一個係我哋嘅強項。你試過那些強項有冇嘅冇強項嘅地方冇？是紅色應該米絲會重。有個說下先哦。經常馬上睇食咧2-3條強項，最好嘅感覺。哇！像唔看伊迄個會是把糊糊，有啲人還會講一個用會安尼糊糊咯，但其實伊個係會有氧化嘅作用，個係個正常嘅。有個真是安尼這樣算正常啊，像安尼強項吼剝開來可能切咧。伊海模式馬上哦，都糊起嚟。假使講拿一個果乾，用咗個果乾本當風哦，去泡泡硬去撐薑哦，那有可能安尼切好誒，咱全部攏泡泡嘅咯。係啊，個真是真常誒。唔過好食就同咗個反酸啊，個條強項，馬上食下去果乾，含受濃縮嘅米絲全部攏出來，哇哦！真是的，要個強項果乾啊，真是香味清楚又清甜，挺好吃。吃一片啊，就像大概是一條強項咁樣嘞。好食強項你一定要食一個。係啊，你除了果乾、冰淇淋，你能前面按到嘅果農啦，人講嘅菜地嘅小農，你能喺合作嘅過程之中，有冇嘅遇到困難嘅地方？目前合作上攏還算順利啦。冇嘅講，我嘅一個產品可能冇法度好嘅幫人去做產品，冇一種情形發生啦吼。都可能就係可能供應呢來源講會講唔足，有冇有安尼嘅問題？係哦，關倫，一種材料冇足嘅時節，你能唔能用嚟判呢？材料冇嘅時節，如果另外一片農民。蠻有望，因為我哋同用一個水果，唔單止會搶屯一個農民去拿，反係會有其他農民可以去，就是就是有一些其他農民可以就是輔助我們那個量的問題。咁唔有一種情形講，我一個冰淇淋，結果我用嘅佢全部係佢路卡嘅水果，結果佢今年嘅量冇到，結果我一個冰淇淋口味變成今年嘅限定版，也係講變做隱藏口味。嘛係唔會啦，因為如像我哋嘅美濃瓜、吹牛係，因為我哋搶飲食業嘅農民，他係以種出來嘅量冇到，變成我哋會拿伊嘅水果嘅時節，如果快配合。如果變成如限定版嘅用嘅，嗰時更加美濃瓜嘅材料係可以用一家。係更加我哋買一個美濃瓜，如搶也一個農民，所以我哋因為美濃瓜嘅話，伊嘅芯幾片有啲水果食起來蛤蟆怪會走，係所以我講我做餅嘅時節，也一個感覺會替我嘅餅地度出現，
所以我更加让抢屯也一个农民去买。甲子公司都最早马上啊，个雷锋的包拿出来，马上解渴。好啦，讲那个安尼发哇，真是嗰时候米农瓜差不多喺冬天嘛，也喺秋天，某个时节出的。2月份停1天头的时间，2月份，系差不多2月份。啊，咱个1天头是米农瓜口面要注意哦，先打电话可能要摸一下，讲今年有也给摸吼，摸一定佢嘅限制版也寒天咧是很多，系啊，哇！安尼其实啊，我哋讲创业做业嘅尤其係新嘅产业嘛，你有先咧睇慢慢一片，你能创业睇嘅時間，對你哋嚟講睇嘅創業嘅最困難係一個遇到嘅瓶頸係乜嘅呀？其實不同嘅階段都會遇到冇相同嘅一個問題，但係就係不斷嘅去試，還有遇到問題都去請教過來人嘅。想法吧，辦法攏有，有時間人下也幾好，一定攏會看到，但係就比可以更好啊，都會提供一個意見俾我哋。像我哋第一講，慢慢可能嗰片角度係老人家嘛，今年可能先開一個點嘅，今年嘅反應係用嘅。就係當然睇我哋鄉下一定會有老人家會過到，因為我哋賣嘅都係以冰淇淋。像冰淇淋啊、甜嘅也都為主，老人家一定都也較少去接觸安尼嘅食品，但係也還有部分嘅老人家一定啲講我哋係用新鮮嘅水果來做，故所以一定也會帶一定嘅筍嘅來食。觀眾朋友，哇，今日啊，認識到一個真厲害嘅慢慢新嘅產業創業幾好呢，唔單止可以食好食嘅冰淇淋。食得好食的果乾，還可以去見人嘅材料，不時還可以去上課認識一下無共樣嘅東西，幾好呢。最重要係講，人哋後生人回到路卡，支持這個菜地嘅產業，支持菜地嘅農民。再一次感謝人哋後生嘅文燕同觀眾帶來安精彩故事同好食嘅農產品感謝人哋。佢感謝主持人，也佢分享大家來到我哋慢慢來欣賞菜地嘅風景同人文，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大家。好，安尼出去搞了之前呢，先同先生共下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單元呢。今日先老夫先生帶定我來邊，我來同大家好好來運動嘅哦。首先我哋全身來運動，手邊好，腳邊好，開始哦。慢慢地上來。再慢慢落來，再上來，再一擺哦，上來，再一擺哦，上來。地上嘅好，手打開來，向前面轉眼看，本數肩頭向強鬆，左是下，前面是下哦，後面就是下，1、2、3、4。6、7、8、9、10，再來腰骨轉前，轉到後面看後面哦，在前面，再一擺轉到後面，再一擺轉到後面。轉後面，
腳踏開來，腳踏開來，手掌下來，圓圓啊，肩頭放鬆來，運動咱唔會挫傷哦，變彎腳。再彎腳。SAG 哦，彎腳來，邊彎腳，再來我哋行路，即下1、2、3、4、5、6、7、8、9、10，慢慢地行哦，再100，1、2、3、4、5、6、7、8、9、10，再100哦，1、2、3、4、5、6、7、8、9、10，同我哋全身不用輕鬆，繼續我哋一睇有啲去明天嚟做好高嘅運動，大朋友小朋友。首先，我哋來做我哋慢些高嘅，手同手扛下來，腳踏開來，手柄嘅奶，小朋友手都提奶哦，來開始，轉圓拳，轉圓拳，當空，挨下，再慢慢地行上來，前面。後面，再後面哦，再100，打開來，再睇數碼打開來，打開，變落來轉，再100，打開來，變落來，數變好，要慢慢，係咧，我哋。用手同頭拿，頭拿揚上來，慢慢地手打開來，唔怕，當空，挨下，當空，再行過來，移過來，像釣魚一樣。相當嘅好，再來數念定數，看乜嘢最大力1、2、3，鬆，用力鬆哦，冇力，1、2、3，樣嘅相當嘅好，再100，腳柄下來，打開來。用力鬆啊1、2、3，鬆，爸爸樣嘅相當嘅好，再100哦，1比1嚟哦，腳打開來，變有力咯，用力鬆，爸爸比這位，見每日咧樣嘅係我哋變相當嘅好。繼續，我哋去明天，都是來做運動。嗰度國語，我哋都慢些教，慢些教嘅，用手呢跳來跳去，目線跳來跳去。首先，我哋爸爸來做示範，嚟一邊看爸爸跳，用腳跳哦，我哋要咪用兩隻腳跳，腳踏開來。跳慢慢地跳，手先讓點冇打開來就是得了用大腳，快跳，轉過來，再跳過來哦，兩腳嘅力量，慢慢慢慢地跳，安全地，完成咧。
阮小朋友跳，小朋友输安尼插灯，嘿，准备哦，1、2、3，身体打开来，身体高高冲，身体高高，无论安尼打开来嘛是得，跳，跳到脑背来，完成，再来，再跳一遍哦，脚快快的哦。慢慢地跳，嘿，完全体咯。完成呢，真好。再来，俺哋一般腳打開來合定，打開來合定，開合跳。注意，他們表演身體又是前面，俺哋。打正來，莫安尼慢慢危險看爸爸跳哦，注意，準備哦，開始，合放起來，打開來，合放來，打開來，合放來，安尼都完成呢。再來一擺練習也來都係練運動，安尼要幫到一下，俺哋身體有反應，安尼都唔會錯手。再來一擺哦。打開來，合放來，打開來，合放來，打開來，合放來。安尼都完全完成呢。要麼請俺呢小朋友表演來做示範。數變好來，打開來，合定，打開來，合定，完成。慢慢來哦。準備好了冇？1、2、3，開始。成功。打下我哋加速嘅運動哦，他講我哋數腳輕重要，有時下腳冇力，數嘛係要用力，所以打下我哋示範都係腳數。喺當空跳，要麼你喺當空跳過去，準備好勢，我哋跳一擺過去，再跳過來，變好美式咯。準備好嘅都開始數打過來，開始，練，安尼向下來，簡單做，再一擺哦，打過來。俺哋睇運動跳嘅時間我嘅重心要冇穩，所以要做要看體內，要看體內，那安全，可以合跳。你人準備，第下一1、2、3，咱開始啊準備1、2、3，開始。再一擺跳過來哦，相同嘅打開來，準備好了1、2、3，跳。相同的未然那你看看，短短的10分鐘，我哋都流汗，小朋友嘛做真歡喜。今日好好運動，大人同小人呢，向下睇海面天練習用腳的力量。我哋睇不下老人家嘛訓用哦，一腳一個注意哦，一種無力幫到一下，注意保護自家。所以我哋用跳，即老人家先慢慢用行嘅我哋用一開打開來，合放來，安尼跳嘅動作，訓練我哋腳嘅力量。今日好好運動，我哋下次見面哦。